天都睡不着，何时才能够跌入你温暖怀抱？特别的需要，在这一秒，可是你听不到，是不是我表达的还不够明了？想过要逃跑，却根本做不到。那些忽近忽远的施舍已经不想要，终于等到残存理智开始叫嚣，我又有什么错？这根本不是我，只是对你才这样。怎么你明明爱他那么深，却还说没有爱的天分？我也不想被当作感情的第三人，有些事说破了太残忍，不说自己心疼，所以我只能等。明知道一开始就没结果，还把不舍转变为自责，也不想说我们两个谁错的更多，都怪我对你毫无保留，连累了你和我，最终还被人说你只是第三个。那些忽近忽远的施舍已经不想要，终于等到残存理智开始叫嚣，我又有什么错？这根本不是我，只是对你才这样。怎么你明明爱他那么深，却还说没有爱的天分？我也不想被当作感情的第三人，有些事说破了太残忍，不说自己心疼，所以我只能等。明知道一开始就没结果，还把不舍转变为自责，也不想说我们两个谁错的更多，都怪我对你毫无保留，连累了你和我，最终还被人说你只是